大年初五喺中國傳統習俗裏係迎財神嘅重要日子。呢一日，街頭巷尾彌漫住喜慶嘅氛圍，鞭炮聲此起彼伏，人們都懷住對新一年財富同好運嘅期盼，以各種方式迎接財神嘅到嚟。而喺充滿祥瑞氣息嘅日子裏，98歲嘅李嘉誠罕見露面，佢帶住一行人現身慈山寺，個舉動瞬間吸引咗眾多目光，成為人們熱議嘅話題。李嘉誠，為商業界嘅傳奇人物，即便已經退休，但佢嘅每一個動向依然備受關注。慈山寺對於李嘉誠嚟講，有着特殊嘅意義。呢個係佢投資17億港幣精心修建嘅，鬆選指導設計，再到施工嘅每一個環節，佢都傾注咗大量心血。2014年，慈山寺終於完工，座融合咗佛教文化同現代建築理念嘅寺廟，成為咗香港嘅一處獨特景觀。喺慈山寺內，李嘉誠仲擁有專門休息嘅地方，呢度寧靜祥和，仿佛係佢遠離塵世喧囂嘅心靈港灣。退休後嘅佢，頻繁嚟到呢度，或者係喺尋求內心嘅平靜，或者係喺回顧自己波瀾壯闊嘅一生。佢上一次現身慈山寺係喺元旦嘅時候，嗰日陽光灑喺寺廟嘅飛檐斗拱上，俾古老嘅建築披上咗一層金色嘅光輝。李嘉誠精神矍鑠地出現喺眾人面前，佢面帶微笑，聲音洪亮咁俾寺廟裏嘅遊客送去新年祝福。遊客們紛紛圍攏過嚟，眼中滿係敬意同驚喜。李嘉誠紅光滿面，狀態睇落去好唔錯，同大家親切互動，俾整個寺廟都充滿咗溫馨嘅氛圍。大年初五呢日，陽光明媚，微風輕拂，李嘉誠又率領一群人嚟到咗慈山寺。佢哋乘坐住觀光車緩緩駛向寺廟。觀光車喺蜿蜒嘅山路上行駛，沿途嘅風景如畫。李嘉誠坐喺車上，目光透過車窗，靜靜咁欣賞住外面嘅景色，或者喺回憶住修建慈山寺時嘅點點滴滴。當觀光車到達寺廟門口時，慈山寺嘅師傅早已帶領住眾弟子等喺嗰裏，佢哋身着袈裟，神態莊重，專門前嚟迎接李嘉誠一行。寺廟裏嘅鄉客們睇到李嘉誠嚟啦，瞬間沸騰起嚟，大家嘅臉上都洋溢住開心嘅笑容，紛紛熱情咁打招呼。李嘉誠聽到後，立刻熱情回應，佢笑意盈盈咁跟大家打招呼拜年，嗰親切嘅模樣俾人感覺格外溫暖。睇嚟過年期間，李嘉誠嘅心情亦都如同呢個喜慶嘅節日一般，格外舒暢。當日，李嘉誠著住一件白色襯衫搭配黑色西裝，雖然已經98歲高齡，但睇落去依然挺精神的。然而，歲月嘅痕跡還係喺佢身上留下咗明顯嘅印記。佢嘅頭髮已經禿頂，背都佝僂得厲害，人都比較清秀。但當佢露面時，臉上始終掛住笑容，嗰笑容仿佛有一種魔力，俾人感受到佢嘅樂觀同豁達。從佢嘅狀態可以睇出，佢嘅精神同身體都很康健。呢一次到咗寺廟後，李嘉誠冇揀擇乘坐觀光車繼續前行，而係一直堅持走路。佢嘅步伐雖然有啲踉蹌，但都算穩當。佢一步一步咁行住，仿佛喺丈量住片充滿信仰嘅土地。呢幾次李嘉誠露面，唔管係去睇五月天演唱會，定係去參加其他活動，好幾次都係坐小車出行。而呢次佢能夠走路，而且要走唔短嘅距離，呢個再次俾人們睇出佢身體狀態唔錯。一位喺寺廟裏多年嘅鄉客感慨咁話：李先生咁大年紀啦，仲能夠堅持走路，真係俾人佩服啊！呢次陪同李嘉誠嘅人有好多，粗略估計得有10人左右。佢哋都好默契咁跟喺李嘉誠身後，保持住適當嘅距離。李嘉誠行喺前面，步伐穩沉而堅定，仿佛係一位引領大家前行嘅長者。佢行咗之後，眾人才小心咁亦咁跟上，生怕打擾到佢嘅節奏。其中跟李嘉誠挨得最近嘅就係佢嘅長子李澤鉅。李澤鉅著咗一身卡其色西裝，身材消瘦，頭髮灰白。佢已經64歲啦，作為李嘉誠嘅接班人，佢肩負住巨大嘅責任同壓力。
呢啲年，佢喺商業領域努力拼搏，為咗家族企業嘅發展付出咗無數嘅心血。然而，長期嘅壓力亦都俾佢嘅精神狀態一直一般，俾人睇落去好疲憊嘅感覺，甚至都唔如自己98歲嘅老父。畢竟，接班後嘅佢要面對複雜多變嘅商業環境，要處理各種棘手嘅問題，每一個決策都關係到家族企業嘅興衰成敗，份壓力可想而知。喺李澤鉅前面有一位背紅包嘅女士，佢嘅身影引起咗眾人嘅猜測。鬆遠處睇，佢好似周凱旋，亦都特別似李澤鉅嘅妻子黃麗喬。經過仔細辨認，大家覺得後者居多，因為周凱旋好少與李澤楷同李澤鉅兄弟倆同康，而且周凱旋同李嘉誠一齊出行時，佢總係攙扶住李嘉誠，給予佢貼心嘅照顧。而周凱旋同黃麗喬都係身材纖細、氣質乾脆優雅嘅人，鬆遠處睇，確實好難分辨。位女士靜靜咁行喺前面，偶爾會回頭睇一下身後嘅隊伍，眼神中透露出一種從容同淡定。以往去慈山寺，李嘉誠經常帶住兩個仔一齊同行，一家人行喺寺廟嘅庭院裏，談笑風生，嗰溫馨嘅畫面俾人羨慕不已。然而呢次李澤鉅現身，李澤楷卻冇出現，估計係喺忙工作吧。李澤楷作為商業界嘅另一顆明星，佢有着自己獨立嘅事業同廣闊嘅天地，佢每日都要處理大量嘅商務事務，參加各種會議同活動，時間安排得滿滿當當。喺個競爭激烈嘅商業世界裏，佢必須不斷咁努力同拼搏，先至能夠保持自己嘅領先地位。過年期間，梁洛施帶住3個仔回香港過年，呢個消息亦都引起咗媒體嘅關注。梁洛施喺社交平台上曬出拜年照，照片中嘅佢笑容燦爛，3個仔活潑可愛，一家人睇落去幸福美滿。佢所住嘅豪宅係喺李澤楷名下，當時李澤楷喺長子李長治出生嘅時候，專門進行咗裝修。座豪宅裝修豪華，設施齊全，每一個細節都彰顯住主人嘅品味同身份。梁洛施開啟咗新戀情後，亦都經常帶住3個仔生活喺北京。北京係一個充滿活力同機遇嘅城市，佢希望仔們能夠喺度接受良好嘅教育，開闊視野。而李澤楷工作又好忙碌，平時好少跟仔們相處，佢每日都喺為事業奔波，常常穿梭於世界各地，參加各種商務活動。呢次過年，好有可能趁段時間，父子相聚一下，彌補平時缺失嘅陪伴。想象住父子幾人圍坐喺一齊，歡聲笑語，嗰溫馨嘅場景俾人感動。李嘉誠呢次露面挺俾人驚喜嘅。大年初五迎財神，就算係李嘉誠樣喺商業領域取得巨大成功嘅人，佢都特意嚟到慈山寺，仲帶住咁麼一群人，感覺挺隆重嘅，亦都好有儀式感。喺中國傳統文化中，迎財神係一種對美好生活嘅向往同追求。李嘉誠以樣嘅方式迎接財神，或者亦都寄託咗佢對家族企業未來發展嘅美好期望。佢希望通過自己嘅虔誠同努力，為家族帶嚟更多嘅財富同好運。而且呢次露面，俾人睇到咗佢嘅身體狀態。前唔久仲傳出佢住院嘅消息，一時間引起咗外界嘅廣泛關注同猜測。大家都好擔心位商業傳奇人物嘅身體狀況，畢竟佢已經98歲高齡啦。然而，網友直接晒出佢同朋友一齊吃火鍋嘅消息，否認咗嗰啲生病傳聞。佢一露面就用實際行動俾嗰啲傳佢生病嘅新聞少咗一些。佢個精神矍鑠嘅模樣，俾關心佢嘅人都鬆咗一圍氣。睇佢呢個精神狀態，仲能夠公開露面，大家都覺得佢活到100歲以上應該冇問題。李嘉誠一生都注重健康同養生，佢有着良好嘅生活習慣同規律嘅作息時間。佢每日都會堅持適當嘅運動，保持身體嘅活力。喺飲食方面，佢亦都非常講究，注重營養均衡。而且佢心態樂觀，面對生活中嘅各種挑戰同困難，都能夠從容應對。仲積極向上嘅心態，亦都係佢保持健康嘅重要因素之一。李嘉誠嘅一生
係一部充滿傳奇色彩嘅奮鬥史。佢從一個小商人起步，憑藉住自己嘅智慧同勇氣，喺商業領域創出咗一片屬於自己嘅天地。佢創立嘅商業帝國涵蓋咗多個領域，對香港乃至全球嘅經濟都產生咗深遠嘅影響。佢嘅成功唔單止係於財富嘅積累，更係於佢對社會嘅貢獻同責任。佢熱衷於慈善事業，多年嚟捐贈咗大量嘅資金用於教育、醫療等領域，幫助咗無數需要幫助嘅人。如今，雖然佢已經退休，但佢依然關注住社會嘅發展同變化。佢用自己嘅經驗同智慧，為年輕一代提供指導同建議。佢嘅每一個舉動都牽動住人們嘅目光，佢嘅故事亦都激勵住無數人努力奮鬥，追求自己嘅夢想。大年初五，李嘉誠喺慈山寺嘅呢次露面，唔單止係一次簡單嘅迎財神活動，更是佢人生中的一個精彩瞬間。佢令我哋睇到咗位商業傳奇人物嘅另一面，睇到佢對傳統文化嘅尊重同傳承，睇到佢對生活嘅熱愛同積極向上嘅態度。我哋相信喺未來嘅日子裏，李嘉誠會繼續書寫屬於佢嘅傳奇故事，佢嘅精神亦都將永遠激勵住我哋前行。同時，我哋亦都期待住佢能夠健康長壽，繼續見證個世界嘅發展同變化，為我哋帶嚟更多嘅驚喜同感動。好咗，以上係本期嘅內容。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，歡迎訂閱、點讚、轉發，感謝大家嘅支持。